相亲3月上马祖，台中邮局连续14年，甲大甲镇南宫合作推出着马祖立体的邮票册，限量2000套。 透过简单正式的过会仪式，代表得到大甲马祖的加持保庇。台中邮局是连续14年和大甲镇南宫合作，来推出限量版的马祖感恩立体邮票册。那不管是放在公司行号，或者是摆在家里，都是非常好的，可以庇佑我们的平安。另外，今年台中邮局嘛特别伫咧儿童节前举办爱心募款的活动，将募来200套文具和邮政宝宝的钱筒送交予镇南儿童公园和当地真济经国小，希望予弱势囡仔感受到温暖和祝福。因为儿童节快到了嘛，我们想给一些偏乡或者弱势的儿童有一个儿童节礼物。苗方嘛讲，希望透过多元行销推广，为一年一摆大甲马祖文章进行活动，努力宣传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